来，咱来抱声甲吹落。啊，你要问我要吹啥？要吹啥？我要唱歌啊。好。这少年人敢听有你唱啥？这可能还未18岁囡仔毋捌听过哦。听没有人知影你唱啥无？这应该细汉大家拢会晓啊。对，毕竟迄个歪歪显怪后壁就迄破你知歌。对啊，我会记阮细汉拢用迄拼仔无。啊，你知影谁爱唱这歌？因为对，就是安尼。我袂讲你个对，对，你讲的拢对，我讲的拢啥样？因为我就乖，多谢。哦，谢谢。听没有来感谢咱的听友雷华，雷华多谢，多谢你啊！你个叫新的歪歪来互阮食，所以阮为着要感谢你，阮今日当伫咧开着的时阵唱这条歌互你听。因为听讲这就是一个唱歌的单元，对，佮要来唱歌，所以开着就来唱歌者。好，所以甲你感谢。对，安尼就互咱继续跳落去。小编听你讲出来就爽。无论你是考试成绩无好，失恋上班互头家骂，啥物拢会使讲。啊，是你有啥物资讯想要分享，小编在嘛拢会使哦。大家好，这是公司第一台开 Podcast 节目，来听黑白边，黑白边。咱的节目会透过对话来消解一寡生活上会讲到的台语词，也有甲观众朋友写批用台语念出来。哇哦！你拄则有练喙哦？无啊，你拄则无拍干呢？你是毋是要唱歌就有点练喙练，然后较新的？有可能哦。好啊，咱就干那要唱歌，敢有要念老话？嘛是爱啦。对啊，若无规集拢唱歌呢，敢好？而且我想到一个问题呢，因为咱即马 Podcast 啊，有就是放去伫迄 YouTube 顶管，对，所以咱是毋是袂使放音乐，嘛袂使唱遐伤成，无到时阵去互哦，会有版权。对啊，电脑若是去掠着有无有版权的问题，咱敢有法度唱甲足成的，成甲去互掠版权。我先讲，我也无法度，我无法度。我感觉我今日我自开始看老话迄间，我就是目屎就要流落来。大家人写的歌拢甲咱的歌拢无共款。对啊，而且我就想讲，迄嘛毋是练一届两届就会使练起。真正无法度呢。还是大家其实想要听咱黑白唱，看歌词黑白唱安尼。结果到时阵拢变做咱咧唱。不过妈妈可能会哭，啊，还有迄另外一个妈妈嘛会哭。下关的，下关的人想讲要咱唱一个较新的，对对对，无咱搁来唱迄啊，阮是白骨的队，阮是白骨的队，偷听，干嘛呢？用敢是这条歌？你个正经白道理。好了，你先来念这个老话啦。好，这是阿环写来。阿环嘿，阿环讲黑白边恁好，真好闲。黑白边平常时敢会甲朋友讲台语，想讲黑白边听起来甲我年岁差不多，拢是较资深的18岁。什么资深的18岁？我这来跳出来啊！阿环你安尼毋通，阿环你安尼毋通啊！以下册华语拼音还未学好，拍台文就要笑去。阿环讲，我来台北了后，拄着共缘的朋友，因听有台语都袂歹啊。啊，时大就是看到少年的查某队主动撤回华语，根本无机会要试用我为台语大家 Podcast 学到的台语新词。啊，想要知影讲，伫咧繁华的台北城要去倒位熟悉讲台语的名啊？敢有推荐的台语交流社活动？伊讲伊查到的大部分拢是为着传承语言互后一代，所以伊就惊囡仔希望讲会当推荐无囡仔的活动。啊，我知影迄台东啊，你会当去参加。我知你要替台东拍广告，是毋是条歌啊？繁华拢是吧？我拢想要来唱，这时阵来唱。我刚才迄啊，啥物？台北毋是我的厝，迄条歌。哦，迄华语也毋是。对啊，所以我想无台语的繁华，敢若想着繁华拢是梦。我嘛是想着迄条繁华拢是梦，要来唱。咱今日会的话拢爱甲歌有关系。繁华拢是梦。真多谢你。好啦，敢若台东啊，对啊，台东啊，我会记得伫咧册面顶，还是伫咧导游嘛有看到讲，就是有迄台文分享的。对啊，嘛是有一寡讲座啊，会当去听。对对对，因就是伫咧线顶迄种 Google Meet 的活动。嗯，对啊，你若是去个现场听演讲，
看到边仔迄妹啊，拜托诶，超过甲伊开讲。但是爱先互你心理准备啦，毕竟你想要伫外口拄着像阮这一直讲台语诶妹仔是无济啦吼。嘿，较少。对啊，你要拄着阿优嘛是较少啦。对，阿优无伫台北。对，你若是想要拄着像阮即种诶歹势吼，迄可能无机会啊。可能要等囡仔较大汉咧。对啊，我知影啦，后是安尼啦。安那？咱后一季诶时阵啊，咱就是来开放一个乌白边开讲式，就是每礼拜你会使预约，就是甲咱乌白边就是开讲伫咧线顶开讲，开讲了，阮会甲咱这开讲诶内容放伫咧这节目内底。哇！敢有人想要听？对啊，万不时到无人要报名，要安怎？对啊，好笑啊！无我就甲恁讲，这节目有要做，因为迄医生无通过啊。毋知影敢有人想要伫咧线顶，就是甲乌白边开讲诶，然后有诶人写批来啦，啊若做这要安怎？就这就在咱境啊，排队啊，你啊号码排。所以就真正爱做这节目啊咧。啊，写批来人你爱记爱唱歌啊。我过来第二个是要40岁的友，伊讲歹势，因为乡土教学是我伫咧小学要毕业之前才有诶，我会晓听会晓讲，但是真正袂晓写。有淡薄仔丢拄讲是要用台语的语法，还是讲华语的写法。尾仔想想会讲，为着一致性啦，我即摆先用华语的写法，真介意白边甲乌边伫咧笑的时阵，即马有用当得录头前的集数，希望赶紧听好了。感动啊！去听介意咱的笑声，迄规集拢笑安尼。笑规集吼，我是无遐多啦。我会当笑一段，啊，家己一直往 repeat 安尼。但会叫用倒数倒袂了。有你紧去听头前迄白边足奇怪的所在。什么意思？伊五包足重的时阵。有你嘛呢？听乌边乌白讲，你听头前你就知啊，你会当甲我分享讲你进前，因为你看的时阵已经是无五包的时阵。人敢若用听无看啦听到的时阵是你无五包的时阵啊，尾会去听你头前的时阵讲奇怪，这敢是我熟悉的白边？我拢无变，有你相信我。你拄则丢毒2秒哦，我袂加掉哦。过来是宝啊妈妈，听着台语话腔量即集。就亲像着乐透共款的乐听啦！伫咧车顶通勤的时间上接收听2个节目主持人，会当伫现场对谈，了上尾到时机的组合，欢喜甲要死！由我因兜的囡仔唱台语歌，足好听的。阮兜查某囝句，阮兜的囡仔拢是3个囡仔的铁粉哦。乌白边句由我毋通伤食醋，上爱学开场即个腔量来咯，腔量来咯。2只地去读册进前收听话腔量的仪式，就是做伙伫咧车顶咧叫，佫会比讲看啥人听起来较恐怖咧。咱拄则嘛做恐怖，有恐怖无？你已经疗伤袂够，妈妈，你一点疗伤袂够，咱2个你这样叫来叫去。宝啊妈妈佫有讲，伊去参加台文朗读节的活动，有去着公司台语台的单位拍通关。想要考咱乌白边3个词，搁要考试，这个人是啥？毋是问题，就是考试。哦，你考？再讲华语吼，玉米浓汤，电蚊香，还有虚拟食播主。但宝啊妈妈，我再甲你纠正一下吼，咱是有电蚊拍，无电蚊香，冇电蚊香啊。一个迄啊，新书无收。哦是啊，啊，虚拟实况主，毋是直播主。你嘛安尼无？无，我惊伊记毋着去啦。阮阿妈讲薏米浓汤，啊，这是华语还是台语？薏米啊，番麦高汤，番麦高汤袂歹啊，番麦高的汤对啊，汤羹啦，番麦羹汤。番麦鸡汤哦，是安尼啊，番麦鸡，番麦鸡汤，过来电蚊拍，蚊仔电，过来虚拟实况主，阮会讲电子蚊仔香呢，嘛袂歹啊。伊早有一个迄有哦，一袋，若像一个螺啊，你就是爱用一片安尼插入去，对，啊伊有一个味代替蚊仔香，啊阮之前讲电子蚊仔香甲插落，好，所以嘛是有电蚊香啦，电蚊香，过来这就叫唤啊，鱼语。是红珠，敢是爱变调。鱼语是红珠，是红珠，总红是红珠。
鱼是风主。好，播啊妈妈。鱼是风主，安尼是，我拄则感觉是。好，伊讲台语新词词库真正是足赞呢。伫即嘛学台语需要真侪新的知识，有过关摕到泡面碗哦，泡面碗真实用。嘛有甲各单位的朋友讲，会记你爱转达互2位主持人，爱杀一个。敢有？无人甲讲，等下去找迄顾单位的是谁？我来甲伊冤家。阮听种朋友去现场，甲恁支持，甲恁赞声。你叫恁等下甲阮拍一个招呼，是安毋讲？就是讲的。感谢隔壁做的，等下来找伊。无好讲，等下来找伊呐。主管啊，你有听到无啦？主管啊，2组拢你管的，你处理者好无？阮老阮的听又去参加你的活动，甲你乌演。结果你看，连一个阿写字要甲阮砸倒来嘛无，到底是演啥？后一个嘛是台语话腔量的上官老的是 Daniel 讲的。Daniel 讲台语话腔量的小朋友实在是伤古锥啊，完全去因的古锥攻击拍倒，去因的攻击拍倒，去因的古锥攻击拍倒。你调工对，你是毋是一概念2个，要叫我念红琴对无？红琴是你的爱，红琴你有听到？白变无爱你。红琴讲吼，感谢进前念问过的时阵，无甲伊的名讲出来，因为伊听到讲有人期待家己的名叫念出来的时阵，又小可紧张者，噔，所以你家在黑白变对即个文书的概念真好，因为伊的名伤特别啦，所以吼，咱家己知就好，毋通叫别人知啊吼。我讲互你知，你毋通讲互别人知，别人知不？你若甲别人讲，就莫甲人讲，是我甲你讲，叫你莫甲别人讲。你量较紧诶，你安尼想慢，你安想慢啊，无迄种气氛。另外，伊讲今仔日听到讲铁粉竞争真激烈，伊雄冲一个想讲哇有戏啊！结果原来是咧讲这哦。我已经讲啊，对咸辣这部分我已经认输咯。毋过看到问过伊说清单诶时阵，我嘛是有去算一下迄个排名啦。好佳哉，我阁是前10名，而且红金有甲阮报告哦。伊讲伊今日毋若读标题，阁真有耐心哦，甲即个台文的内容，阁有面册铺文看了才开始听，赞啊！多谢你哦，红金。大家爱学习无？但是红金讲伊爱承认讲，我迄要输赢迄个心嘛，毋是完全无啦。我本来是想讲我也阁是赢的啊，因为我有讲我爱白边咸辣伊无，结果咧。这个咸辣竟然搞来一篇啦！好啦，完全无要留活路，互别人就对啊！好啦，拢互伊赢啦！大呢，请问恁2个人，请问恁个人是伫咧空中写情批谈恋爱心？就是咩？惊讲爱黑白白，结果恁两个这海中生物啊！对啊，伫咧空中互相意爱心，叫阮听出来啊！好过来，想袂到咱这老话念的，竟然阁有遐长的时间。注定爱唱歌，注定爱唱歌。我真正要讲一个代志呢，听友敢无一个人写伤济歌来啊？对啊，总共写5-6条的，写5-6条的伤贪心吗？嘿啊，上济3条吼。我嘛不爱一个唱3条。好啦，毕竟爱面对嘛是爱面对啦吼。头一个你先来啊，头一个你会买奖啦，你著安排你唱啦。四个讲我叫伊阿素啦，我叫伊是阿塞，阿素较好叫。你哪咧无礼貌？迄个阿素哟，你甲我拍广告，你该毙掉阿素哟。对，阿素伊讲伊对白边的爱无轻欠啦。伊当阵是咧回迄轻欠的主题，伊讲伊无轻欠，所以伊就无法度写这个批啦。多谢你阿素。伊有写3条呢，你要唱倒一条？来，咱先念一个。阿素也要点讲送互你的歌，这是萧煌奇。过来是咱罗时丰，感谢你。Daniel 的芭蕾，过来是草屯囡仔甲草皮囡仔唱的扛把子。对，你要唱倒一个？4条啦，后面佫有1条。真的这潘信伟啊，对，查甫人一首歌，贪心嘛，你就是这贪心白变才无爱你。第一个先甲伊念出来。阿素啊，我敢若听过送互你的歌，要无我就唱一个送互你的歌，送互你。内底敢有要甲伊分手的部分，我想要听。这是亲情的歌，亲情的心。对，你咧甲伊讲咱过着个人的生活。好来，阮无迄唱全部的哦，听朋友你毋通误会哦，阮袂唱全部。这无卡啦吼，大家无卡忍耐咧。对。
中秋月圆又霜降，相亲的人尚无用做伴。离愁背远的鸟只，毋知大梦的山遥踮伫遐。写予你的歌，挂念毋敢讲出声，声声句句做你打拼，做你去对梦，梦你袂喜欢，发心袂顶担，打唱做事，实在拼心内较轻松。送予你的歌，歌词藏嘴内底加。家天毋望，无灾无厄，平安无惊遐。遐几领你的衫，衫两工洗过，拍过，搁拍，一领一领，行后黄莺夜，看着毋甘。有够歹唱的啦，阿叔啊！哎，你伤感，你迄个感情有出来呢？感人感人，你这是做啥？真感动呢！对啊，对，你迄个感情甲迄个原音甲迄个转声的部分，搞惊着呢。想袂到你有偷偷准备哦。毋知影要讲啥。无啦，我有一阵仔嘛就听即条歌的，是的关系，所以你才特别少是。拄好有咧听啦。哦好，哎，过来后一条嘛是互你发挥的部分。我感觉我拢唱查甫人的歌。过来是高雄的王来要点的，咱这新文婷的《男儿的心声》。我必须爱得拢。王来歹势，我必须爱讲哦，因为后边18岁较少岁听过物件，无咱这个19岁白边听物件。你们差一年啊，差济。对哦，差一年差真济，你知无？敢若是迄个白米会使食差真济。好，咱即题嘛是也是欢迎咱白边来替咱献唱者。但是必须爱讲哦，因为即条歌阮就是真正无熟，所以白边敢若会当唱咱即个 A 卡啦一段着。你准备好未？无心，毋敢甲我拍。嘿，无想无要紧，那个嘛是甲你学了。准备好未？应该好啊。好，来咯。孤单的人孤单行，孤单的话啥人听？一步一步踏出着。我如子的脚步声，阵小无时定，明知歹路偏偏行，食来老着伤心无性命。往来，安尼会使无往来？你也想回去？后来是咧，歹势我笑场啊，歹势。后来我咧讲，头前一个 NG 傻八拜，白白一直笑，白白笑甲你安尼哭，目屎又流出来啊！已经哭过啊，哭过又再哭，哭煞了，咱继续要来唱即个有春，后一条啊，有春啊，就是咱的死网友，伊可能是喺风台时阵写一个批，就哪写哪听歌，对，所以伊有2条歌，拢是500，咱500的歌，陪伫风中的小雨甲风台心情，我拢，阮决定啊，自即摆开始，咱就是一个唱卡来的感觉，唱咧，但是你笑也是 NG 创人莫怪，咱就是爱勉强甲即条歌唱了，好，但是真正500的歌无读音乐，真做奇怪呢。嘿啊，就大诶，听众朋友，恁就忍来者哈，我来哦，准备哦。世间只是暗爱的话，不管你相信也无，这代表我爱你。爱情总是甜甜蜜蜜，真侪真戆的代志发生伫这乱的时，咱两个拢停落来了，就无声。飞伫风中的小雨，请问你敢有看见我思恋的迄个伊？
请你帮我诉情意，讲我伫远远的所在，有爱意。两个拢唱歹势，唱啥？钱那样歹趁啊！唱到巴肚疼，唱到规身躯拢是歌。哪笑哪哭？有剩歹势啦，为着要表达阮的会实的，阮来唱一个手机狗叫。较定感会较好。但是咱手机狗叫嘛，干那要迄句尔，来你唱一个手机狗叫，对安尼。有阵要起笑啊！原来安尼生，原来这袂起，原来生安尼，偷偷的好。你确定有阵够想要听？所以啦，但是迄是华语的，好啦，有阵就安尼啦吼，伤困难啊！大家拢经历遮困难呢。哦，过来这嘛困难呢，这咸辣，咸辣你是毋是无爱阮啊？咸辣，你这咸辣敢真歌对唱呢，咸辣。对，咸辣敢点一条尔，柠檬日子遮尔济歌。对啊，你安尼经即条遮尔轻快的歌。对啊，你是咧创两个啊？咱现在唱一段啊，唱了啊，咱这个用一条歌补上药啊。点想要点歌，囡仔听的迄个妈妈，即摆应该心足疼，真后悔。对，大家进来者吼，要来啊！呀胖胖呀滴滴呀呼少年时，青春的基地。呀酸酸呀冰冰呀亲像爱情。难忘的滋味，上温柔，上甜蜜，上解的灵意，初恋迄当时，想着伊，梦着伊，心凉比倒开五种的气味。哦哟，人哪分开？有听过人讲叫变相思，若无你呀你，心花袂开，做啥物拢无元气。好耍好耍，刷。咸辣我无论你要用即条歌甲阮告别，还是讲你要爱我，还是要爱白白，我来讲，我拢完全无接受，完全无要接受啦。听明你会当去听，就是二这原版的即条歌。是袂歹听啦，但是叫阮唱一个安尼，滴当啦，我嘛感觉真歹势啦吼。YouTube 听吼，好啊，后一条。今日这录音毋知录，录到天拢暗嘛，巴肚个枵啊，中昼才食了尔，一直都就 NG 300摆，唱歌唱袂出来。好，过来是台南庆啊，伊要点美秀集团的新闻甲。另外一条是萧煌奇的《心内有针》，安尼咱应该是经心内有针。阮希望互恁唱甲恁心内嘛有针。我的哪有针啊？各位听众朋友啊，恁着入来哈，恁当做恁走来一个所在听阮两个咧唱卡啦安尼。好来哦。亲像玻璃窗，互你一句话雄雄拍破。明明就有伤，哪个点点徛伫遮？我的心内有针要发煞无声，目睭来起着大影，叫我莫迷茫。胸坎留着你的香，双手把有你来靠岸。虽然一张空，往事嘛已经有价值。我的心内有针要发煞无声。原来若爱一个人，苦劝无卡纸，别人的话拢毋听。一心讲讲对你行，还是加着耳孔苦涩的情歌。会晓唱佫唱歌安尼，敢真正心虚，敢真正是安尼唱，听种朋友连做后悔，就是起即摆即唱。
好，大家搁进来一个吼，后壁应该是搁有一两30条。嘿，要结束啊！好，过来这是 Alex 要点一个串烧好诶。爱人坠落去，敢不是我平常时会唱的一条？应该就是迄条。真的哦。好来啊，准备啊！真心来经历一杯欢欢喜喜过一生。喂哟！爱人友谊，爱人友谊，坠落去，莫想过去，过去算啥物？爱人友谊，爱人友谊，过一个好暗暝，我的爱人坠落去。听众朋友嘛，听甲你醉啊！要安怎啊？哦，毋知影 Alex 你即个爱情友谊你有满意无？你无满意，我嘛无法度啊，因为就干安尼。这是少数阮较会晓唱的歌。过来后一条，我感觉我应该嘛足厉害。来，都教你发好，挥啊！过来是当着两个地名的福建，伊点做侪歌呢。伊点拔仔、修理车、海岸、5档、10档、海边的你、蛇线线、真心疼命命、好加载、好你加载。甲身躯完全放互去，寒眠，梦。你想我会唱倒一条？寒眠，当然嘛是寒眠，迷对。但是我刚才唱一小段尔。不要紧啦，每一条拢安尼。哎哟，甲听众朋友会感觉讲，咱以后无法度去做歌唱节目。我可能嘛无想要去做啊。我信心汹汹叫人搭伫涂骹。准备啊，我要来唱啊！我勇敢打拼，率地和成功相闪，将咱的故事写成歌，谱上咱的美梦。I have to keep running， 伫海岸边的暗暝，一切变甘甜，前方的路。咱甲时间搁倒转去2冬前，伫昨暝想起迄阵才是大工程。第一摆写了搁会使，感觉搁袂歹，下面嘛无想到我会徛伫即个舞台咧比赛。迄好啥啦？好啦，等下啦。我勇敢打拼，率地和成功相向。各位米粉丝咧，听我面有迄恁个金奶姐出上尾一条。即条阮两个有唱过，所以应该是无问题。会较好听。就会较好听一点嘛，会较成一条歌。来哦，直接开始好无？好。咱孤单像当时的鸟车，飞袂行，敢讲是阮的命。故乡的山永远拢徛伫遐，阮的心情只有讲予山来听。来到故乡的海岸，景色悠远拢总无变化。当初离开是为啥？你若问阮，阮心肝着疼。你若要有好时段，毋免等好夜。世间有也无惜的囡仔上好命，毋通等成功要来接阿母大。阿母啊，已经无伫遐。咱的节目嘛无伫遐。我袂讲。好，听众朋友，多谢大家。咱若是无唱了的部分啦，后一集再会哦。啊，佫后一集无？总是爱甲歌唱了啊，无你叫伊写批来，要安怎？好啦好啦，听众朋友以后是毋是都毋敢写来？应该袂佫有听众想要点歌吼。还是啊无安尼啊？咱着互咱一个机会，咱后一集甲迄其他歌唱了，咱唱一歌咱会晓的歌好啊，好吧？总是爱。无大家以后讲我唱歌，提供大家较好听的版本。对啦，我惊大家讲我唱歌做歹听，我听袂落。好，继续买，继续买。听你讲，听我讲，心痛爱甲小编讲，听的，事事万项拢通讲。咦，小编听你讲出来就爽，多谢大家的努力。
阿环讲乌白白啉好，真好奇，根本无机会要试用我为台语台，也是为 Podcast 学到的。你到底是要讲啥？因为啥贵节目甲贵公司，对，再来是宝啊妈妈，你喘气哦，无啊，毋是我啊，我咧摇头呢。宝啊妈妈，从小，好啦，完全无要留活路，互别人就对啊，算啦，不是，是算啦，是啥？孤单的，你个孤单，唱啥？孤单的，孤单行，袂使咧唱，这有唱，啥人听？这顶来啦，头创啥？米粉你安尼唔通哦。